喂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嗯，好，那一会儿听我指挥，听到没有？要是有一点点搞砸了，我告诉你们，一分钱拿不到。哎哎，找你好久了，怎么，装不认识我了？你看看，你周围，啊，图书馆里面还有人吗？就你一个了啦。所以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？嗯，等着我过来了，你就回家？你是有什么事情一定要等我过来吗？而且你怎么会知道我会过来啊？这不是重点。好吧，那你说要干嘛呢？今天，今天是几号啊？嗯，今天离下个月应该还有个10多天，也就是说，离考试，干嘛？不是问我这个，就是问我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今天，今天是525啊？怎么了？哦，对了，好像之前有个520。哎呀，你知道的吗？我我什么人啊，对不对？这种大家都过的日子，我肯定是不会过的。这太低俗了。大家都过我也过的话，感觉我像个凡人哎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手上那盒是什么？啊，巧克力？哇，上面好像还刻着520哎，是给我吃的吗？什么？喂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这怎么突然怎么突然灯关了啊？我懂了，学校9点多是会拉电闸的。现在图书馆黑不拉几的，嗯、哎，你怎么了？我都我就我就开一个手机上面的手电筒哎，啊，你就像是这个样子啊？哎呦呦，你还在发抖？怎么？从小到大怕黑的毛病还是没有解决掉啊？也还好啊。嗯，来吧，到我这个帅气的同桌身边来吧。啊，那不是同桌，也是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。怎么了？你怕了？以前不都是直接闯进我怀中的吗？然后就一口一个小九哥哥，我好怕啊什么的。现在怎么了？哎，再怎么样啊，不摸你脑袋。再怎么样，我也是会保护你的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不要害怕。那我们现在出去怎么样？来，手给我，相信我啊，这点距离我会带你出去的。走。这啊，我忘了，这图书馆好像是电子门啊。那没电了，
好像就开不开门了。喂，门的声音了，门的声音了，你怎么了？突然抱过来的。哎，男女授受不亲的。哎，你说啊，这里这么黑，还没有人的。倘若，是一个素不相识的男生和你关在这里的话，万一他比较变态，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了？哈，毕竟图书馆里面那监控也坏掉了。擦眼泪。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好，不哭了。哎呦，真的心疼呀。哎，又开玩笑啊，干什么了？算了，那今天我们只能这样过了。啊？摸摸你的头，那走吧。趁我手机现在还有电，我们去找个地方，可以休息的地方。对。怎么了？既然你有手机，信号啊。哎，姐妹，你忘了吗？我们学校好像都是会屏蔽那个运营商的网络的，你忘了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这里没有4G哦。电话，喏，给你看吧。我这电话上呢，只有一个人，而且还是个猪头。你猜是谁啊？对啊，是你啦。喂，拿过来干嘛？都说了都没有信号嘛，这跟你就稍微浪漫一点，都跟你说过，你干嘛？我说打不通吗？真的是，我会骗你吗？算了，就这样过吧，也就一个晚上。哎，你笨不笨啊？你差点摔倒了。我知道，那只是一个那什么，是一本书啦。干嘛这么吓？你以为是什么？啊？唉，像我这样的好男人，陪着你，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一脸嫌弃的看着我。什么叫我只会欺负你啊？我欺负你了吗？从小到大都是我最贴心、最呵护了。啊？什么？520，我不是跟你说太频繁、太低俗。好了，就是有点忘了嘛。那忘了就忘了嘛，你一定要在乎一个520干什么？你再说，算了啊，那打平，今天我就不做好男人了。你也不要提520的事情了，真的是。行吧，要不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吧，我去给你找休息的地方。等一下，你真的摔倒了，受伤了，我可负责不了。干嘛？我去找地方休息的。你今天想坐在这里睡觉吗？摸摸你，好不好？行，那我再陪你说会儿话吧。说完之后我再去找。哎，话说啊，咱们从小到大好像都在同一个班啊。
你说是不是很巧啊？从刚开始非常兴奋，说啊，小友哥哥是你啊，你终于跟我做同桌了，到现在，怎么又是你啊？我想跟别的男生坐一块都做不了。你看别的帅哥，你看，哦呀，为什么每次都是跟你啊？我们是不是存在一个身上的蚂蚱？你知道我听到的时候有多伤心吗？啊？难道我一表人才，我不帅吗？干嘛？那我去找东西了，我去找休息的地方了。不跟你说啊。啊，露出本性了吧？还是抓着我的手不让我走的？好，不走吗？那你说，你到底嫌不嫌弃我啊？要是我真的和班里的任何一个男生换了位置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会和他继续做下去，还是来找我？哼，有多帅啊！那个男生怎么说呢？长得赛过彭于晏，还有什么智慧超过我吧？超过我就不是白痴啊！你才白痴呢！我很聪明的啊，就这样，反正很厉害，全能的，就跟我换位置。你会不会跟他做同桌，然后放弃我？我没有开玩笑，我认真的。我想听你的答案嘛。算了，你不说我也知道了。那行吧，你睡在这里，我去找找什么地方可以休息了。你干嘛？不要逗我开心了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你小姐妹都跟我说过，你很迷恋我们班那个高高的，听说是个混血的那个男生。我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改天跟他换个位置吧。你干什么？我都妥协了，那你松手吧，好吗？没有骗我吗？对嘛，范大爷这么帅的，肯定啊是被你喜欢着的。瞧瞧你，硬是到这个时候才跟我说出来。哎，你说从小到大，是你先开始喜欢我呢，还是我先开始喜欢你呢？要我觉得，肯定是你先喜欢我的。毕竟我人格魅力那么高，那么多女生抢着要，对不对？那么抢手的货，你肯定……好啦，是我先喜欢上你的。我从第一次就小时候啊，见到你就不能忘记了，我就天天缠着，想说去你家，或者让你妈妈带你过来，我们两个就可以玩游戏啊之类的。你还记得那个过家家吗？我就真的想过，如果哪一天我们真的在一起了，有了小宝宝，妈妈做的饭会不会真的这么好吃啊？不过现在看起来，妈妈做的饭不是好吃，是要人命的。好啦，
都这么跟你说了。我喜欢你。哎，小傻瓜。那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女朋友了。啊？不许反悔哦！以后要是再让我看见你跟那个混血还是眉来眼去的，我不管是上课还是下课，我不管是被开除还是吃处分，还是以后那个男的会找别人来打我，我都忍了。我会第一时间冲过去把他的眼睛打中。什么叫做我暴力啊？那你不让我暴力也可以啊，以后只准看我，而且我离你这么近，知道没有？啊，抱抱你。哎，你看哦，手机突然有信号了，你看见没有？很神奇哎。那好吧，毕竟你觉得今天还要不要回宿舍？差不多已经11点了，阿姨会不会骂你啊？啊？肚子饿不饿？饿不饿？好啦，那等一下，我带你去吃小龙虾吧，好不好？没事啊，晚上多吃点才有力气嘛。对啊，要锻炼的嘛，吃完才有力气锻炼啊，对不对？走吧，多吃点，听到没有？不然晚上都没有力气了。啊？那吃完饭去哪里啊？不回宿舍，吃完饭，我们露宿街头。好啦，会有你想去的地方，不是你一个人，是我们2个人。我爱你。亲爱的，这次音声怎么样？喜不喜欢啊？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哦，还有点赞。对了，小九近期呢开启了频道会员，在 YouTube 里，如果你愿意加入的话，可以收听到专属的音声哦。